大鬧天宮500年之後，觀音傳如來佛祖授意，欽點長安化生寺小僧玄奘前往西天，求取救世渡人嘅三藏真經。前面係咩地方啊？聽啲老人家講，前邊嗰座山咧叫兩界山。不過佢仲有個名嘅，叫做五指山。五指山。咁嗰匹白馬點算啊？咁你有咩諗法啊？睇你兩位咁大隻，不如你哋去救佢啊！吓，聖僧，保重啊！我會無期啊！喂！父兄，呢匹馬好陰功噶，佢放棄咗喺皇城優越嘅生活，孭住小僧走過千山萬水。你同佢都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兒，不如要你啊！近前啲，近前啲啊！係啦，望到啦吓！你係邊個啊？係幫幫手，幫我掹咗塊布落嚟。就係呢排啊！符嚟噶喎，你掹啊！符唔可以亂掹噶，你唔想俾老虎食，就快啲同我掹啊！